來看昨高雄，閣再公布增加2例境外移入天9例病例，是一對住佇高雄甲仙的越南新住民的媽媽甲查某囝，因佇7月初有轉去越南探親，轉來台灣了就開始出現發燒等症狀，檢驗確定講是餵着天9例，也毋過當初因去看醫生的時，無講到有去過越南，嘛罰款1萬塊。工作人員順大街小巷咧噴藥防治。這個月初2，高雄新增加2例境外移入的天9日確定病例，累計境外已經達到15例。新增加確診的個案是一對越南籍的母仔囝，住佇甲仙區，7月轉去越南探親，7月底回國了後，老母先出現發燒的症狀，家己食藥無改善，去予醫生看了才確診。查某囝是佇個老母確診前2天，家屬帶去診所看病，煞無佇第一時間，甲醫生講伊有出國，一直到老母確診了後，佇咧做疫調接觸史的時陣，才發現目前2個人攏已經住院隔離中。防疫團隊已完成各項防治工作，經疫調發現家屬帶女兒就醫時，未告知近期越南旅遊史，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31條，將依法裁處新台幣1萬元。高雄市政府提醒，依照傳染病防治法的規定，民眾入境也是返國了後出現發燒、目額凹的痛等疑似的症頭，攏應該主動甲醫生講。這個確診個案的家屬，就是因為無配合疫調，提供正確的資訊，去互人罰1萬塊。即馬是用義工吼，甲阮的認證吼出來咧用啦，攏總有含一寡有積水啦，侵蝕的，甲清掃一寡垃圾，攏有啦。市府發現甲仙區最近蠓蟲明顯變濟，捌佇附近徛過巷路掠到白卡蠓仔的生蟲，嘛有發現真濟生水鼠的物件，會繼續追查周邊的狀況，嘛針對拓生的熱點進行清除、噴藥甲檢舉。記者綜合報道。